大家好啊！嚟緊星期三啦，國際賽期內咧，港隊將會出戰友賽對我哋隔離嘅澳門啊。之後咧就要飛到咧新加坡進行第一場嘅2027年亞洲盃外圍賽第3圈嘅賽事。希望喺打重要嘅賽事之前，我哋都壯一壯士氣，多啲球迷入場支持香港隊，亦都希望多啲人入場，亦都希望呢一場波有多啲波入。多謝你收聽同支持香港波迷，記得要支持埋香港隊本地聯賽，同有我哋香港嘅球員。未訂閱嘅記得訂閱同埋 CLS， 多謝。相信呢，睇咗香港波一段時間嘅呢，過往都會認得記得啦。我哋香港隊同澳門呢都有個叫港澳埠際賽嘅。咁不過香港隊啦，好多時都喺呢個比賽裏面呢，都唔係派出主力正選球員去出戰㗎。而澳門亦都曾經呢，只係用個 U 隊去參加。咁而且本身啦，我哋兩地嘅足球實力呢，都係有啲差距嘅。咁所以吸引力呢，唔算話好大。對上一次舉辦呢，已經係數到2018年嘅時候啦。咁之後呢，一直到而家呢，都停辦咗落嚟啦。咁因為出嘅人腳唔同啦，咁所以過往嘅比數呢，已經冇咩參考嘅價值嘅。澳門現時嘅世界排名就係193位，人腳呢，全部都嚟自喺自己本地嘅聯賽㗎。咁一睇呢，應該全部都係華人嘅球員啦。因為喺上年嘅8月左右啊，國際足協啦就禁止咗澳門隊啦有一啲冇特區護照嘅球員去參賽。咁呢樣嘢咧都牽涉到咧好多澳門歷史悠久嘅政治原因啦。因為澳門人基本上咧都會揸住葡國護照，仲有中國護照。咁所以之前啦，澳門隊有好多非華人嘅球員咧都唔需要有特區護照咧，都可以代表澳門咧去出戰參賽㗎。咁呢次一禁啦，其實就令到澳門隊有好多嘅主力球員啦，都冇得再代表澳門隊去參賽啊。咁亦都可能有啲球迷呢係會有印象啦，之前曾經喺香港落班嘅梁樂恆啦，都唔喺而家嘅澳門隊度㗎。咁最主要原因啦，同屆嘅一啲年紀都30有多嘅澳門球員啦，都因為之前呢係有一次澳門嘅足協係自己咧就放棄咗去出戰世界盃嘅外圍賽，令到好多嘅澳門球員呢都同足總啦係反面嘅。咁呢一件事咧都令到澳門隊少咗好多係有實力嘅球員，前中後三線呢都好深影響㗎。咁講翻近排嘅事啦，澳門隊咧就由我哋嘅香港教練郭家樂啦，就喺上年嘅11月就接任啊，喺東亞盃外圍賽咧就同關島進行咗一場嘅比賽嘅。咁見佢哋啦喺陣容上邊都好重用一啲嘅年青球員啊，咁希望為將來接軌啦。咁呢場賽事就喺香港嘅啟德青年場就踢嘅，澳門啦就排出一個5後衛嘅陣式。賽事中咧都見到啦，郭 Sir 嘅風格逼搶行軍咧就喺澳門隊裏面出現嘅，不過最後都係以1-2係輸波。3個月後啦，咁都有多添啊！咁唔知郭 Sir 嘅風格喺澳門隊裏面有冇更加嘅改進呢？而我哋香港隊嘅人腳基本上係冇咩大嘅變動嘅，只係可惜嘅就係陳俊樂啦 Fago 仍然係養傷啦，令到中場嘅防守人腳咧好似係差緊啲㗎。咁雖然話同澳門嘅實力差距啦，我基本上都覺得係一定贏緊嘅。咁正常更加係會大炒添。咁但係我哋嘅目標係6日後嘅亞洲盃外圍賽，相信用得嘅人呢就係得咁多㗎咋。咁而大家關注嘅新星吳宇希亦都喺陣中啦，中甲球隊都願意放人嘅。而另外中超外流嘅球員有8名嘅球員都係入選嘅，包括有河南嘅周元德、申花陳俊一、梅州余子南、天津孫銘謙、青島海牛黃浩俊、山東泰山嘅李小恒、新鵬城嘅安永佳。咁只係爭啦同屬於港隊前教練安達臣嘅雲南玉坤效力緊嘅徐雲傑啦，
估計因為受傷啦，所以落選今次嘅陣容裡面。而最新嘅啱啱加盟東方嘅賓紀文，亦都喺今次咧就入選喺港隊名單。咁冇記錯，今次係佢首次入選港隊一隊嘅名單啊！希望喺對澳門呢一場波咧，佢都有機會落場啦。咁以下呢一個咧就係我自己嘅想見到或者期望韋斯活咧會出嘅一個正選陣容啦，咁最主要咧都係因為韋斯活講過啦，港超踢到白熱化嘅階段啦，咁所以踢港超嘅球員咧理應狀態係好好嘅，但係中甲、中超嘅外流球員咧，始終佢哋都係啱啱開季啦，咁所以狀態未必咁好，咁我自己就希望呢一場咧會俾多啲呢啲嘅外流球員咧就去參與啦。呢一場嘅國際友誼賽啦，將會喺嚟緊星期三19號晚旺角場上演。咁未買飛嘅球迷就快啲買飛啦！咁一齊入場支持香港隊。而另外足總亦都宣布咗啦，喺25號啊，香港作客新加坡嘅亞洲杯外圍賽事裡面啦。咁雖然可能有啲球迷未必係真係可以親身去到新加坡支持我哋香港隊啦，咁但係亦都舉辦咗一啲嘅睇波活動。咁詳情大家都可以去翻足總嘅 Facebook 裏面去參與啦，咁睇下有冇機會就係可以報名去參加啦。希望大家多多支持香港隊，香港隊勁抽！咁最後都要一提啦，喺國際賽期呢，我哋本地聯賽嘅精英杯賽事呢都會繼續進行嘅。咁今次呢，終於進行到呢最後一週嘅比賽啦。咁先有星期六啦，分別會有2場喺小西灣度踢嘅比賽，分別會係港會對大埔啦、東方對傑志。咁同埋下個禮拜三26號晚啦，記住時間呢係特別㗎，係7點半啦，就會有南區對住流浪。